让他把东西拿出来，换好多钱呢。到时候买点好吃的。到了，哎，有人吗？出来，出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别管我们是什么人，你得到那个宝贝书简是我的，是不是应该把它归还给我？听说朝廷出高价钱把书简买走了，赶快把钱交出来！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干什么到这儿来讹诈呀？嘿，老东西，不把东西交出来，我有你好看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放开我爹！放开我爹！你这混蛋！你放开我！老东西，把东西交出来，要你女儿抵债！爹！你醒醒，爹！爹！梧桐，你赶快找一个人去告诉海棠，千万别回来！不赖，今天就拿来比试。对，走。你干什么呀？走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不要碰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关你什么事？你再废话，我废了你！嘿，就你们两个，哼！哎呦啊！爹，快走，走！快走！爹！梧桐姑娘，别伤心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报官吧。这次请先生来，有一些事情托于先生。啊，你要静心养病，千万不要过分忧虑了。唉，老夫的时间恐怕不多了。如今朝内朝蒙两派势力斗争残酷，周氏衰微，太子之位未定。若不尽快扭转局面，将来朝内必会血雨腥风。先生乃天下大贤之人，一定要想出办法制止两位王子互相争斗，否则我大周危矣呀！宰辅放心，我会尽力化解姬朝姬蒙之间的矛盾，令朝中安定，百姓安定。爹，梧桐姑娘，别哭了。官府已将两个恶贼治罪，
春昌大伯也可瞑目了。谢谢恩人。姑娘，快起来吧。来，起来吧。那姑娘，今后作何打算呢？姑娘多保重吧。我先走了。恩人，梧桐姑娘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恩人，若不嫌弃，梧桐愿随恩人而去。殿下，事情已安排妥当，请殿下放心。好。好，这事儿我亲自去办。师傅，你说这么晚了，码头还不回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师傅，你回来了？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这位姑娘是？童心姐，她叫梧桐。师傅，这是梧桐姑娘。今天我去春长家，正好碰见有2个无赖。姬朝这次被放了出来，将来是不是还会加害殿下？哼，不管的，这种事情防不胜防。献公、单骑他们说，这次陛下之所以会放了姬朝，是听了那个守藏使老子的话。这老子是何等人？切，一个小小的守藏使，竟能说动父王。哼，我姬猛一定要见见他。可怜春长老伯，竟遭如此横祸。这样吧，梧桐，你先和童心住在一起，相互也好有个照应。谢谢先生。好呀好呀，这样啊，我正好也有个伴儿了，住在我那儿。姐姐，那你以后就把我当做是你的亲妹妹吧。好妹妹。
王子殿下驾到！参见王子殿下。起来吧。诺。老子先生在吗？禀殿下，先生在后馆查看书简，我去将先生请来。啊，不必了，我自己去。诺。老子先生，姬朝这里有礼了。哎，殿下不可如此。你身为王子，怎能向臣子施礼呢？如此，岂不违了祖制，坏了礼法？殿下，礼儿有礼了。哎，恩人免礼，恩人免礼。恩人。李尔有何恩于殿下？殿下说笑了。哎，先生对我姬朝恩重如山，若不是先生在父王面前美言，我姬朝现在也许还关在府中呢。哦，李尔只是将善恶之道讲与陛下，陛下英明，将殿下放出，怎能说是李尔有恩于殿下呢？哎，先生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，姬朝这次来，主要是向先生谢恩，另外还有事情向先生请教。好，殿下请讲。先生，我虽被父王放出，但父王对我还是不太信任，随时随地都在找证据证明是我派人刺杀的王帝姬蒙。姬朝为此心中不安，夜不能眠，请先生教我，姬朝该如何是好？那刺客是殿下所派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先生，我姬朝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！好，既然不是殿下所为，殿下又何必心中不安呢？陛下英明，绝不会无中生有，错怪好人。所以，殿下不必心
是王帝呀！哎呀，为兄给王帝施礼了。王兄免礼。王兄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守藏室来了？哈哈，我是来查阅书简的。哦，王帝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哈，托王兄的福，小弟的伤早已痊愈。那就好。可恨那些刺客呀！要是被为兄捉到，定将他们碎尸万段。那些刺客想置小弟于死地，可是他们想错了。小弟乃是父王的嫡出之子，天命在身，岂是旁人说杀就能杀的吗？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王帝今日来此，有何事啊？啊，我来守藏室找史官老子。那王帝请进。为兄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好，好，王兄慢走。王子殿下驾到，给殿下施礼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老子先生在吗？禀殿下，先生在后馆。速带我前去。诺。师傅，给您加点水。好。里边请。老子先生。好，王子殿下。殿下请坐。先生，先生请坐。同心。嗯。殿下，先生啊，敢问，刚才那是哪家女子啊？哦，她是我的弟子，童心。哦，啊，先生刚入朝不久，在这守藏室还习惯吗？啊，多谢殿下挂念。嗯。这里很好，这里有读不完的书简，每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啊！啊，先生乃是治学之人，知书达理。哎，但是先生，您可不要替恶人说。
我姬猛虽是父王的嫡出之子，但愿与先生成为知己之友，共同对付那些反对本王之人。殿下，你身为王子，应放眼四海，胸怀天下，为天下苍生着想，万不可有争斗杀伐之心呐。先生之言甚是啊！姬猛既愿与先生成为知己朋友，那先生的话，姬猛日后定会慎重考虑。那先生，姬猛就告辞了。日后姬猛一定派人，请先生过府一叙。李尔送殿下。先生不必多礼，你我既是知己，将来无需这种礼节。那姬猛就先告辞了。寡人因身体不适，很久没有朝会了。今日寡人十分高兴，姬猛王子伤势痊愈，姬超王子也被寡人解禁了。众卿今日在朝会上相聚，大周之福啊！陛下洪福，大周洪福。今日众卿有何本上奏啊？禀陛下，日前柱下使病故，需新选一名柱下使以作停祭。这柱下使乃是对朝会内容做详记之人，此位置至关重要，应找一才学极高之人，方能担当此任。何人可以胜任呢？父王，儿臣推荐一人，可担任此职。何人？儿臣推荐守藏使之使老子先生。老子先生乃我大周之贤者，有通天达地之才，儿臣坚信老子先生定能胜任此职。众卿意下如何？禀父王，儿臣同意姬猛的建议。老子先生学识渊博，这柱下使非老子先生莫属。我们同意老子先生为柱下使。我们也同意。我们也同意。难得呀！今日众卿的意见竟如此相同，这在朝会上还是首次呢。这说明我们大周朝君臣一心，臣臣相和呀！好，寡人就听众卿之言，封老子为柱下使。多谢陛下的信任和各位大人的举荐，李尔实难推脱，只能谨遵陛下之令。谢陛下。先生既已为柱下使，今日的朝会，你就要开始做停祭了。诺，陛下。给先生备上桌案，让先生伏案做停祭吧。就放这儿。陛下不可。依大周祖制，柱下使应站立而祭。我若坐下，岂不有违祖史？先生乃我大周朝的圣贤之士，德重仁厚。况且
这做亭记也是个苦差事，站着记太辛苦了。今日寡人就为先生破个特例，为一次祖制，就坐吧。陛下英明。好，老子先生，你该当值了。多谢陛下。还有谁有本要奏啊？陛下，甘友和志荒带到。人在哪？禀陛下，在门外。押进来。诺。跪下！甘友、志荒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？禀陛下，刺杀姬猛殿下的刺客智乔已被捉住，请陛下处置。甘友，这半年多你都去哪儿了？禀陛下，那日，姬朝殿下命臣去捉拿志荒一家。臣到志荒府，府内空无一人。臣带人出城搜寻，怎奈不见志荒踪迹。后又听说，陛下怀疑臣与刺客同谋，所以臣未敢回来。这半年来，臣到处搜寻志荒，总算苍天有眼。前日，终于找到了志荒，并得知另一刺客其子志乔的下落，将其捉获，特来见陛下。这下面所绑是何人呢？这就是刺客志乔。陛下，志乔有罪，请陛下开恩呐！陛下，老臣有罪，教子无方，出了这个逆子，请陛下治罪。志乔，是你刺杀姬猛的，对吗？是我和我弟志宝所为，受何人指使？是单骑大人和刘志大人指使我们所刺杀姬猛殿下的。志乔小儿，你胡说八道！寡人没让你说话。是陛下。说，单骑是如何指使你刺杀姬猛的？陛下，单大人说，让我们刺杀姬猛殿下，说不要伤及他的性命，只要刺伤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想办法嫁祸给姬朝殿下，这样陛下就会治姬朝殿下死罪，也就没有人可以和姬猛殿下争夺王位了。单骑大人还说，将来姬猛殿下登得王位之后，有我们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还给我们大官做。陛下，
你这是胡说八道，简直是胡说！胡说！陛下，单大人还说，如果不将姬朝殿下置于死地的话，一旦他将来继承王位之后，他们不是被处死，就是遭贬。他们一定要争个鱼死网破，一定要扶姬猛殿下继承王位。你这是胡说八道，简直是胡说！都给寡人闭嘴！大胆老子！你眼中有没有陛下？啊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袭陛下！老子啊，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洗起自己的耳朵来了？啊？陛下，李耳刚才听到了十分肮脏的声音，脏了我的耳朵，所以只好用清水把它洗洗干净了。陛下您看，李耳现在洗净了耳朵，就可以恭听您的吩咐了。洗干净耳朵？哦，一个洗耳恭听啊，啊！的确啊，肮脏的话语会脏了耳朵。将这3个人给寡人押下去。陛下开恩呐！陛下，臣无罪，臣用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捉拿刺客，记住一把。闭上你的臭嘴！有功还是无罪，自有定论。押走。陛下，冤枉啊！陛下，救命啊！陛下，救命啊！冤枉啊！救命啊！单大人。今日退朝吧，寡人也要回去洗洗自己的耳朵。你们都回去把自己的耳朵好好洗洗吧。诺。这是诬陷，这是诬陷！他们动手了，此计恶。依我看，咱们还是以静制动为好。爱妃，爱妃，爱妃，陛下，寡人在这儿呢。咱们的王子。啊？什么？咱们的王子。
啊，从小忠厚，没有心机。啊，请陛下一定要保护好他。啊，爱妃，爱妃。你的母后归天了，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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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后不好了，王妃她不行了。太后您怎么了？要不我去传太医？速去传老子先生来见我。诺。太后，老子先生到了。快请先生进来。诺。李尔拜见太后。不知太后紧急相传，所为何事？先生不必多礼，快请坐。啊。先生，还请救救大周啊！李尔，怎能担太后如此大礼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请太后明言。王妃，她去了。啊？王妃向来温良贤淑，本是天子最佳内助，各位王子亦能有所收敛。如今王妃这一去，天子如同失去臂膀，各位王子也少了掣肘，大周必乱啊！请先生为本后出一良策。